好啦，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晚嘅 Zoom 啊，咁就今晚咧會同大家去講解 Live 嘅獎金計劃嘅。咁咧其實咧要理解 Live 呢個獎金計劃咧，我自己覺得好重要就係要明白咗一啲基本概念先啦。咁其實有幾個基本概念我都覺得係必須大家要清晰嘅因為當你去清晰一啲基本概念嘅時候咧，你就更加容易掌握到成個獎金制度啦。咁變咗亦都能夠可以更加對於你嗰個收入會更加有把握嘅。好，咁第一個基本嘅概念係啲咩咧？就係 Live 嘅獎金係每個禮拜結算一次嘅。咁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每一個禮拜嘅禮拜一就為之呢一個禮拜嘅第一日啦。咁而禮拜日咧就係為之最後一日嘅。咁當然啦，因為 Live 係一間美國公司啦，所以佢嗰個結算時間都係用美國時間㗎。咁而大家留意翻，因為我哋香港嘅時間係比美國快12或者13個鐘，13或者14個鐘sorry 13或者14個鐘。咁所以咧，要睇下美國係行緊夏令定冬令啦。咁正常好似而家係行緊，應該如果冇記錯係冬令啦，夏令所以夏令。咁所以咧，美國嘅禮拜日凌晨零時嘅時間咧，就係我哋禮拜一晏晝嘅1點鐘嘅。咁所以我哋嗰個我哋所謂嗰個結束時間或者每一個禮拜開始時間就係每個禮拜一嘅晏晝1點或者2點啦。咁呢個大家要好清晰啦。好啦，咁第二個基本概念咧，就係 Live 係用一個我哋叫做英文叫 binary system 啦，中文咧有啲人會稱佢叫做雙軌咁，但係我唔係好中意呢個名嘅。咁所以我諗一諗嚟諗去，我覺得呢個雙分支我覺得都可能會比較貼切啲即係話我哋嗰個會員嘅網絡咧係用一個雙分支嘅方式去建立嘅。咁咩為之雙分支咧？或者我哋簡單啲叫雙線啦，即係話原來每一個嘅會員戶口下邊咧係只可以放置兩個會員嘅，就係一個喺左邊，另外一個喺右邊啦。咁當你嘅左邊同右邊，即係直接跟住你個戶口嘅左邊同右邊都已經有會員嘅話咧，咁你要再去推薦新會員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將你嘅新會員咧放喺你嘅會員嘅下邊啦。咁一陣我都會同大家講解究竟應該係點樣去放置個會員係最正確嘅一個方式啦。咁所以大家喺呢個圖會見到，其實就係每一個會員佢直接跟住佢嘅會員只係兩個嘅，一個左一個右就係以咁樣嘅模式咁樣嘅系統咧去建構我哋嘅會員嘅。好啦，咁第三個基本概念咧，就係要知道 Live 佢係講緊呢個會員網絡係全球連線嘅。咁現時咧已經超過有80個國家同地區都可以即係講緊超過80個國家同地區嘅人啦，都可以參加成為 Live 嘅會員啦。佢亦都可以透過 Live 呢個系統去發展佢嘅會員網絡啦，亦都可以收取到獎金啦。咁而呢80個國家同地區嘅會員咧，係互相連線嘅，即係話其實亦都可以互相去做推薦啦。咁所以咧，你只要係擁有一個拉菲嘅戶口咧，你已經可以發展到全球超過80個國家同地區嘅會員網絡㗎啦。咁所以喺呢個系統嚟講咧，係冇任何嘅國界限制啦。咁所以咧，個市場係無限大。唔好意思有個 PowerPoint 成日打咗市，唔係嗰個場個市字打錯咗，不過我到時再改翻啦。好啦，咁例如就係好似我舉個例啦，我自己響4年零3個月之前去加入咗 Live。咁其實我主要都係推薦係香港人係成為會員啦。咁但係咧，現時我自己嘅會員網絡咧，真係已經遍佈咗全球，我諗起碼超過10個國家同地區㗎啦。嗱，台灣啦、澳門啦、
啊，唔係即係香港、澳門、台灣都有少少啦。咁另外新加坡有好多啦，馬來西亞亦都有啦。跟住呢個加拿大啦、美國啦、澳洲啦、紐西蘭啦咁樣，甚至乎咧去到杜拜啊，去到杜拜呢個南非啊，都有我嘅會員。咁但係呢啲唔係我自己直接認識嘅朋友嚟嘅，而係透過我嘅會員網絡去推薦。咁而只要佢哋繼續喺 Live 度消費嘅時候，或者佢再推薦新會員加入咧，我就可以收到即係個獎金噶啦。所以其實成個系統係非常之厲害嘅。好啦，咁主要現時Live 我哋講緊 Live 1.0呢個獎金制度咧，佢係有3種主要嘅獎金啦。第一種就係叫推薦獎金。嗱，推薦獎金咧，顧名思義就係話你去每推薦一個新會員加入，咁咧你就可以收到一個嘅推薦獎金啦。咁而收呢個推薦獎金嘅資格係咩咧？就係唯一一個資格就係你自己個戶口係有維持活躍嘅，係有55 PV 或以上。咁點樣去產生呢55 PV 咧？其實好簡單，好簡單嘅啫。只要你去購買拉菲嘅產品，不論你去買任何一包貼片又好啦，或者係買一啲我哋叫做維持活躍套裝都好啦。咁只要佢能夠令到你個戶口產生到55分或以上咧，咁其實咧你個戶口咧已經係我哋叫做維持活躍噶啦。咁所以咧收取呢個推薦獎金嘅唯一條件就係你自己個戶口有維持活躍就係有55 PV 或以上啦。好，咁正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你去推薦一個會員加入嘅時候，咁就會產生一個推薦獎金，而嗰個推薦獎金嘅金額咧，就係按佢哋第一次購買嗰個套裝嘅類別去產生指定金額嘅獎金嘅。例如，如果你推薦一個會員係用呢個基礎套裝加入嘅，咁你就會有35蚊美金啦。如果係用進階套裝加入嘅，就會有75蚊美金；如果用專上套裝加入咧，就會有405蚊美金㗎。好啦，咁另外大家亦都知道，因為 Live 佢能夠即係佢其中一個我自己好欣賞嘅就係任何一個會員，佢可能一開始加入嘅時候，可能買個基礎套裝或者進階套裝，未必一開始就即刻買個專上套裝㗎嘛。咁但係咧，佢哋亦都可以冇時間限制之下，去補錢去升級佢自己嘅套裝嘅。好啦，只要任何一個你直接推薦嘅會員，佢哋加入咗之後，佢之後再去喺個系統度升級自己嘅套裝嘅時候咧，你亦都會繼續收到呢個推薦獎金嘅。例如你推薦一個會員，佢本身佢係買咗基礎套裝加入嘅，而佢由基礎套裝升級到進階套裝，你就會再額外收多40蚊美金啦。如果佢由進階套裝升到專上套裝嘅，就會有330蚊美金。如果有基礎套裝直接升級上到去專上級套裝咧，就會有370蚊美金啦。咁所以咧，依個獎金嚟講最多你推薦每一個會員可以收到係405蚊美金嘅。咁如果講緊港幣，其實都超過3000蚊嘅，都相當可觀嘅一個收入嚟㗎。好啦，咁第二種獎金啦，就係叫做對碰獎金，英文叫cycle bonus 啦。嗱，呢個 cycle bonus 咧，對碰獎金咧係同你嘅雙分支會員網絡有關㗎。咁就係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到就係話，其中我哋要知道嘅，我哋去建構我哋嘅會員網絡咧，就係用一個叫雙線嘅系統或者叫雙分支嘅系統啦。咁所以咧，呢個獎金嚟講你要收到嘅話咧，除咗你自己個戶口要有最基本55 PV 活躍之外咧，仲有多一個條件嘅，就係你嘅左分支同右分支最少有一位你自己直接推薦嘅會員咧，都係有維持活躍嘅。講緊維持活躍就係都係55分或以上啦。好啦，咁呢個獎金係點樣產生嘅咧？就係話當你左分支或同埋右分支累積嘅分數，任何一邊超過660分，而另外一邊超過330分嘅話咧，你就會產生50蚊美金噶啦。咁而呢啲分數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就係話，當你不斷去建立你嘅會員網絡嘅時候，不斷去建構去
建立你嘅左右兩邊嘅分支嘅會員啦。所有任何屬於你左分支嘅會員，佢哋加入時候嘅買嘅套裝，或者佢之後再重複消費，都會產生一個分數嘅。咁呢啲分數咧，都係會累積住喺你嘅左邊呢個分數度啦。而所有任何屬於你右分支嘅任何一個會員，不論講緊係你自己直接推薦嚟放落去又好啦，或者係佢哋再發展去推薦出嚟嘅會員，又或者甚至乎係你嘅上線去放落去喺你下邊嘅任何一個會員都好啦，佢哋嘅消費產生出嚟嘅分數咧，就會成為你左右分支嘅分數啦。咁只要再重複一次啊，只要你嘅左分支同右分支任何一邊係累積超過660分，同埋另外一邊超過330分咧，你就可以產生到50蚊美金啦。咁而呢個獎金嗰個獨特之處咧，嗰個威力喺邊咧？就係呢啲分數係冇深度限制嘅，即係話任何一個會員，就算同你相隔咗幾多個都好啦，即係話不論可能同你相隔咗100個、200個、1000個、1萬個會員都好啦，佢哋嘅消費都係同你有關嘅。佢每消費1分，你就會多1分嘅。咁所以咧，呢個獎金嚟講咧，只要你能夠可以令到你左右兩邊嘅分支嘅人數越多，佢哋不斷再繼續推薦新會員又好啦，同埋佢哋繼續重複消費嘅時候咧，就會不斷令到你產生新嘅分數而產生呢個獎金啦。好啦，咁而要留意翻啦，呢個獎金咧，其實因為拉飛嘅獎金係每個禮拜結算一次啦，所以佢都會有設定，就係呢種獎金咧係按住每個禮拜佢會按住每一個會員佢能夠喺嗰個禮拜收到最啊按住佢嗰個禮拜佢嘅職級啊，佢嘅一個即係聘階啦或者位階啦，而有一個可以收取嘅上限嘅。咁而拉飛其實喺呢個設定上面咧都 set 得非常之高嘅，因為其實大家喺途中見到啦，一個基本會員佢可以每個禮拜最多收取到100蚊美金嘅對碰獎金啦。簡單啲嚟講，即係一個禮拜最多碰到2次嘅對碰獎金。咁而如果能夠成為經理嘅話咧，已經可以每個禮拜去可以收取最多1500蚊美金呢個對碰獎金㗎啦。咁即係最多可以碰到30次啦。而最高如果係一個資深總裁嘅話咧，係每一個禮拜可以最多產生25000蚊美金嘅對碰獎金，即係講緊接近20萬港幣啦，即係講緊可以最多每一個禮拜碰到500次嘅。好啦，咁講第三種獎金之前咧，首先就要俾大家去明白啦，乜嘢叫做直推會員組織啦。咁當然啦，頭先講到啦，我哋建構我哋拉飛嗰個會員組織嘅會員網絡嘅，就係用一個雙分支嘅方式啦。咁但係咧，亦都要大家去理解明白，就係原來咧，我哋亦都有一個我哋叫做直推會員組織嘅。呢個係乜嘢嚟嘅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呢個應該比較相對容易啲理解嘅，就其實等於好似你去生仔再生仔入嚟係你個孫咁樣嘅一個概念啊。所有任何你直接推薦嘅會員，OK 當然啦，你會有一啲放喺你嘅左邊，有啲放喺你嘅右邊啦。但係不論你將你推薦嘅會員放喺你嘅左邊定右邊都好咧，任何係你直接推薦嘅會員，佢都係喺個系統入邊咧，係去記錄住係你嘅第一代嚟嘅，即係你嘅仔啦。好啦，所有你第一代直接推薦嘅會員，就係你嘅第二代啦，即係你嘅孫啦。咁而所有你第二代直接推薦嘅會員咧，就係你嘅室啦，就係你嘅第三代啦。咁點解要理解呢個我哋叫直推會員組織咧？因為就同第三種獎金好有關係嘅。第三種獎金咧，我哋叫做輔導獎金。咁呢個獎金咧，其實同你嗰個直推會員網絡就有關啦。OK 咁呢個獎金係點樣產生嘅咧？就係話原來所有你嘅第一代，即係所有你直接推薦嘅會員不論講緊放咗響你嘅左邊分支或者右邊分支都好啦。總之係你直接推薦嘅會員，佢哋如果能夠產生到1次嘅對碰獎金，即係話佢哋都係用一個雙線分支去
發展佢嘅會員網絡，而佢能夠可以透過呢個雙分之嘅分數去產生個對碰獎金啦。只要佢哋能夠產生到一次嘅對碰獎金嘅時候咧，而你係佢嘅推薦人，你就可以再收到一次輔導獎金。咁個金額係幾多咧？就係佢收到呢個你嘅直推會員收到嗰個對碰獎金嘅金額嘅25%啦。咁假設如果佢係收到一次對碰獎金係50蚊美金嘅，你就可以收到50乘25%，即係12.5個美金啦。好啦，咁如果呢個會員佢碰到2次喎，咁你咪收2次咯。如果佢碰10次咧，你就收10次啦。嗱，呢種獎金係冇上限㗎。咁你嘅第一代會員人數越多，而佢哋碰到嘅產生到對碰獎金嘅次數越多嘅話咧，你收到嘅輔導獎金嘅金額咧就會越多㗎啦。好，咁而呢種對碰獎金咧係最多可以收到3代嘅，就係話你嘅第2代同你嘅第3代啦，佢哋任何一個會員即係應該咁講，任何一個屬於你第2代同第3代嘅會員啊，佢哋可以能夠產生到一次對碰獎金嘅時候咧，就會為你帶嚟呢個50乘20%，即係10蚊美金嘅輔導獎金啦。所以咧，呢個獎金其實個威力都非常之大㗎。好。咁當然啦，如果要收到呢個輔導獎金，亦都有一啲條件啦。你要收到第一代嘅輔導獎金嘅條件就係你喺嗰個禮拜咧係一個經理嘅資格啦。一陣間我會同大家去講究竟點樣成為經理啦。好啦，點樣收到第2代嘅輔導獎金咧？就係你喺嗰個禮拜係一個經理資格啦，同埋喺呢個禮拜咧，亦都自己能夠產生到6次或以上嘅對碰獎金嘅。咁而要收到第3代嘅輔導獎金嘅資格就係咧，你喺嗰個禮拜自己係經理啦，而喺呢個禮拜你自己能夠產生到10次或以上嘅對碰獎金啦，同埋最少左邊分支同右邊分支最少有一個你直接推薦嘅會員，佢哋喺呢個禮拜都能夠收到6次以上嘅對碰獎金。咁正如頭先所講啦，呢個輔導獎金係冇任何上限嘅。第一，你第一、第二同第3代嘅會員人數係冇上限，因為公司佢冇限制住你可以自己直接推薦可以推薦幾多個會員啦。你可以直接推薦10個又得，20個、30個、40個、100個、1000個都可以嘅。OK，咁所以咧，只要你嘅第一代會員人數越多，佢哋能夠推薦出嚟嘅第2代嘅會員人數咧就會更加多啦。咁所以就算淨係收3代都好啦，頭3代會員嘅人數咧係可以冇任何上限。而當佢哋每一個會員，任何一個屬於你第一、第二、第3代嘅會員，佢哋每產生到一次對碰獎金，你就會再收到一個輔導獎金嘅。好啦，咁講完3種主要嘅獎金啦，咁亦都同大家講一講啦，呢個 Live 嘅職級嘅要求啦。最基本一個職級要求就係一個經理啦。經理資格咧就係話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你自己個人戶口嘅條件，就係話你自己個人戶口曾經最少累積超過300分或以上啦。咁呢個其實就絕對非常之簡單嘅。例如有一啲會員，佢一加入嘅時候已經係購買一個進階套裝噶啦。咁進階套裝已經有300分噶啦嘛，所以咧呢個條件已經符合到噶啦。好啦，咁另外第二個個人戶口條件就係喺31日之內，自己個人戶口嘅消費最少有110分或以上啦。基本活躍就係55分，但係如果要成為經理級嘅話咧，就係要31日之內，自己個戶口入邊係可以產生到最少有110分㗎。好啦，呢個係個人戶口嘅條件啦。跟住咧，第二個條件咧就係你嘅左分支同右分支每一邊即係左邊同右邊都各有2個你直接推薦嘅會員，佢哋都係有累積消費最少180分啦，同埋係有基本活躍嘅。咁其實呢個180分嘅條件咧，就係當佢一加入嘅時候，買一個基礎套裝已經係完成咗噶啦，因為買一個基礎套裝最少已經有180分啦。另外佢哋嗰個戶口活躍嘅條件咧就係55分嘅。咁所以咧，成為一個經理最基本就係話你自己個
戶口係有110分或以上嘅分數活躍啦，同埋左邊同右邊最少有兩個，各兩個嘅會員係你自己直推嘅，佢哋都係有活躍嘅。咁即係同時間係有4個會員都係活躍啦，咁你就已經係一個經理資格啦。好啦，咁點樣成為董事咧？其實我哋講緊成個拉菲現時嗰個發展方向都係複製經理，咁所以咧成為董事咧，嗰個條件就係首先你自己係一個經理級啦，咁而咧你左邊同右邊分支都起碼最少有一個你直接推薦嘅會員係經理。左一右一嘅經理，咁即係話簡單地嚟講成為一個董事資格咧，就係你自己個經理啦，即係話你自己有110分活躍啦，左邊同右邊最少有兩個直推嘅會員係活躍啦，同埋咧另外再有多一個直推嘅會員咧，佢係經理嘅，即係同時間其實左邊同右邊都有最少3個會員係有活躍㗎。好啦，跟住啦，再上到去資深董事啦。嗰個條件就係話你自己係一個董事資格，加埋你最少有2位直推嘅會員呢個就冇分話一定要一左一右噶啦，可能呢兩個直推會員都喺左邊，或者兩個喺右邊，當然啦，最好係一左一右更加好啦。咁咧，佢哋都係董事，即係話你自己一個董事資格，跟住你有2個直推嘅會員都係董事，而喺31日之內，你成個直推會員網絡即係頭先講緊有血緣，我哋所謂有血緣關係啦，直推會員網絡冇呢個代數限制㗎，咁去計算成個直推會員網絡嘅分數喺31日之內超過10000分，咁咧就已經係一個資深董事啦。好，咁跟住其實咧再上執行董事總裁同資深總裁咧，佢嗰個條件同資深董事唔同，就係講緊個分數31天之內嗰個直推會員網絡個分數，執行董事就係50000分，總裁就係10萬，資深總裁就20萬。好啦，咁反而咧我自己會比較重視大家一定要清晰，就係呢個我哋每推薦一個新會員，究竟係應該放喺邊個位置度咧？呢個對於尤其是一啲新加入嘅會員咧更加重要啦。好啦，咁究竟當我哋推薦一個新會員加入嘅時候，應該將佢安放喺邊一個位置咧？而嗰個準則嗰個大原則就係話，我哋將新會員係如果放喺左邊分支嘅，就放喺最左下嘅位置；如果放喺右邊分支咧，就放喺右下嘅位置。例如，好，暫時而家你嘅會員架構係咁樣嘅。好啦，咁例如呢一位會員，佢想要推薦新會員咯。如果佢要將呢個會員放喺左邊嘅話，佢要放喺邊個位置啊？因為佢左右兩邊已經直接有會員啊嘛，所以咧，如果佢要將一個新嘅會員放置喺佢左分支度咧，就係放喺佢呢一個位置度嘅，就係最左下，響佢最左下角嗰個會員嘅左邊位置啦。而如果要放喺右邊咧，就係放喺右下角嘅會員嘅右邊下置啦，所以所謂叫最左下同埋最右下嘅位置。好，咁又例如呢個會員佢要推薦新會員喎，咁佢應該要放，如果佢要放一個新會員放喺左邊，咁應該放喺邊位置咧？就係放喺呢度啦，就係佢放喺最左下嘅位置啦。如果要放喺右邊咧，就放喺右下嘅位置啦。又最後例子啦，例如呢個會員要推薦新會員喎，佢放喺左邊嘅話，因為佢左邊暫時未有會員啊嘛，咁佢可以直接放喺佢即係左邊嘅位置啦。但係如果佢要放一個會員喺佢嘅右分支咧，就係放喺呢一個位置啦。咁嗱，咁樣嘅擺放位置嗰個好處喺邊咧？就係話，例如當呢一個會員佢購買產品產生咗100分，而呢100分咧，其實喺佢對上所有嘅呢啲會員咧，佢嘅左邊嘅分數都會增加100分嘅。咁呢啲分數就係令到我哋去產生個對碰獎金噶嘛。咁而咧，例如呢個右邊嘅會員買咗一個100分，而佢上邊所有嘅會員咧嘅右邊分數咧都會增加100分嘅。好啦，咁所以咧呢個系統嗰個厲害之處就係話，只要真係你不斷建立
足夠嘅人數嘅時候咧，你左右兩邊嘅會員不斷繼續重複消費，而產生到嘅分數咧，就會不斷為你帶嚟呢個對碰獎金啦。好，咁最後啦，同大家分享埋呢個成功發展嘅重點啦。喺 Live 呢個咁簡單嘅制度嚟講咧，點樣去發展得成功咧？咁其實最主要係三樣嘢要留意嘅。第一個要留意嘅就係我哋係不斷去複製經理啊。頭先講到啦，成為一個經理就係話你自己係有110 PV 活躍啦，左邊同右邊各有2個直推嘅會員係有活躍啦。咁所以咧，首先第一步啦，應該就係話自己成為咗經理，跟住盡量去協助你自己直推嘅會員，佢哋再成為經理啦。跟住咧，再教育佢哋啊，教育呢啲成為咗經理嘅會員咧，再教佢哋去協助佢哋嘅直推會員成為經理啊。我哋所謂呢個就係叫複製經理啦。所以頭先大家見到啊，經理、董事、資深董事啊、執行董事、總裁同資深總裁，其實你只要不斷去複製你嘅團隊越多經理嘅時候咧，你就會一步一步咁樣去即係晉升唔同嘅級別嘅。咁所以我哋最基本成功嘅一個要訣就係複製經理啦。咁所以最緊要反而就係知道點樣成為一個經理啦。好啦，咁第二個成功嘅要點就係咧，盡快喺你嘅左分支同右分支都發展到一位經營者出嚟。當然啦，最好呢位經營者係你自己直接推薦啦，或者係由你直接推薦嘅會員推薦出嚟嘅，即係話講緊係屬於你嘅直推網絡啊。因為呢個同我哋嚟緊2.0嗰個關係都非常之密切嘅，即係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拉菲好快會推出呢個獎金制度2.0啦。咁但係暫時仲未係開始發展2.0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要開始為咗呢個2.0去部署。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啊，2.0就係都係一樣，其實同而家都冇分別嘅，都係喺你嘅左分支同右分支最少發掘到發展到一個經營者出嚟。咁而呢個經營者如果係屬於你嘅直推會員組織嘅係最好嘅甚至乎當然係你自己直推嘅會員係更加好添啦。咁其實啊，簡單地嚟講就係每一個經營者佢都係發展2個分支，而每一個分支入邊都發展出一個經營者出嚟，用一個2呢個數字去做一個複製啊，1變2，2變4，4變8，係講緊經營者啊。只要能夠去複製好每一個會員，佢哋左分支同右分支都可以建立出一個經營者嘅時候咧，你成個團隊、成個組織咧就會越嚟越穩健啦。好啦，咁第3個重要嘅要點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其實就係不斷去建立更加多嘅人數啦，同埋我哋去教育好佢哋去重複使用嘅產品啊。咁所以咧只要能夠你不斷去建立更加多嘅人數嘅會員網絡啦，而不斷佢哋會重複消費嘅，你就會產生到一個被動獎金啦。咁如果你能夠去發展到你嘅左分支同右分支各有15個會員講緊呢啲會員唔一定你自己直接推薦嘅不論係你即推薦又好，佢哋再推薦出嚟又好，或者係你嘅上司放落嚟都好啦。只要佢哋能夠每個月平均產生110分，原來咧已經能夠為你帶嚟咧大概平均每個月有120蚊美金啦，即係港幣接近1000蚊嘅啦。咁而一年嚟講咧，你已經能夠可以收取到12000蚊港幣，其實就等於咧你能夠可以每半年，即係呢個金額12000蚊，已經能夠可以令到你每半年買到一套6000蚊有9包 X39嘅套裝，即係等於你全年呢18包嘅 X39咧都係免費使用嘅。咁所以其實你只要我哋喺拉菲唔係要話突然間做啲好驚天地泣鬼神嘅一啲事反而就係不斷去累積去儲你嘅會員人數啦咁原來只要累積到左邊同右邊有15個會願意恆常消費嘅會員，每個月產生到110分咧，你已經可以每年免費
使用產品㗎啦。好啦，咁如果能夠累積到150位嘅會員，咁又會點呢？原來已經能夠令到你可以每個月平均有1萬蚊嘅收入啦。咁呢個亦都我覺得相當啲唔錯嘅一個，你當係一個兼職嘅收入啦。咁而每年已經有12萬㗎咯喎。咁如果能夠可以累積到左右兩個分支有500人呢，可以賺取到每年嘅收入有40萬港幣嘅。如果去到2000人嘅話呢，就有160萬啦。而去到如果左右各有1萬個會員你可以能夠每一年收到港幣係800萬嘅。咁當然啦，可能你會話啦，哇咁多人我做唔到咁多喎。其實留意唔係要你去揾1萬個人，其實啊。講緊我哋身邊認識嘅人可能都會有限啦，但係咧透過佢哋再介紹佢身邊嘅朋友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會員網絡係冇上限嘅。咁同埋加埋當然拉飛嗰個成個全球現時可以發展到嘅國家同地區係講緊超過80個啦。人數保守估計最少有20億人嘅呢個市場。咁所以只要透過去大家識得運用好拉飛呢個系統嘅時候，唔係要你去揾好多人，但係只要你去能夠去開始揾到例如30個又好、40個又好、50個嘅會員都好啦，咁佢哋就會可以能夠當中亦都揾到一啲人，佢哋係會再去分享呢個產品啦，或者係睇中拉飛嘅事業去經營嘅話。咁樣去不斷複製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一步一步咧見到你個會員人數咧係會越嚟越增加噶啦。咁同埋當然啦，我哋亦都不斷去做好多教育，去教育大家點解要去繼續重複去使用呢個產品啦，對身體有啲咩好處啦。好啦，咁所以咧呢3個重點咧都係大家非常非常之要留意嘅，就係第一係咩就係複製經理啦。第二就係你左邊分支同右邊分支都要發掘到發展到一個經營者出嚟啦。而第三步咧就係你不斷去透過去運用拉飛呢個系統咧，去建立更加多屬於你嘅拉飛會員，而不斷去教育佢哋重複去使用呢個產品啦。好，咁去到呢度啦，有乜我今日要分享嘅獎金制度就去到呢度啦。咁有冇邊位有問題想問嘅，咁都可以去發問嘅。關於呢個獎金計劃嘅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又或者亦都可以發問一啲關於相關一啲發展上面嘅一啲問題都可以嘅。或者對於頭先我所講嘅3種獎金或者係3個重點發展成功嘅重點，有冇啲咩唔明白啦？又或者會唔會就話我都仲係未係好理解呢個雙線雙分支嘅架構喎，同埋直推組織嘅架構喎？咁我都可以盡量去再嘗試去再講解，令到你更加明白嘅。有冇問題想問呢？所以其實當然啦，如果你話我想要去好細緻去認識晒成個獎金制度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可以即係花1個禮拜時間去了解嘅。或者如果我要真係全部好細緻講晒咧，可能要講3個鐘。但係咧，如果純粹就係話一個簡單嘅理解咧，你大家見到其實我即係唔需要半個鐘時間亦都講完啦。咁所以反而咧，我會覺得大家如果真係認同拉飛呢個係一個好嘅商機嚟嘅，亦都可以希望能夠透過拉飛呢個系統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嘅話咧，反而最緊要咧就係識得係咩咧？最識得係呢一個我覺得最重要係呢一個，就係不斷去響你嘅左分支同右分支發掘出一個領袖出嚟。咁當然首先你自己要不斷，亦都要提升成為一個領袖先啦。咁點樣成為一個領袖？就係你再向你對上嘅領袖去學習啦，或者其他唔同嘅國家嘅團隊嘅領袖去學習啦。
好，暫時有冇問題想問咧？暫時有冇問題想問Steven 聽唔聽？OK，到？好，Howard 係你好。有個問題問下嘅。咁現時我哋左右派人啦，你會建議我哋左右輪住派啊，定係有冇啲咩特定技巧我哋要留意嘅咧？即係如果 OK。放人係左邊右邊啊。問得非常之好嘅呢個問題。咁其實嗱，當然啦，如果係新加入嘅會員啊，通常一開始嘅時候，佢下邊左右未有人啦，又或者可能上線係放咗誒好幾個會員喺佢嘅其中一邊啦。OK，咁一開始嘅時候咧，通常我哋建議咧，頭嗰四個會員啊，頭嗰四個會員通常都係左二右二咁放嘅，因為我哋講緊成功嘅其中一個要素就係複製經理啊嘛，成為經理就係左二右二嘅活躍會員啊嘛，所以通常一開始啊，頭嗰四個會員就係兩個放喺左，兩個放喺右。啊，咁跟住啦，再去推薦新會員嘅時候，究竟放喺左定放喺右咧？有時都要睇翻當其時個情況嘅。例如你話原來我嘅左線已經比較多人咯喎，咁可以就將你推薦新嘅會員咧多啲放喺右邊啦。因為因為簡單嚟講，如果你左邊線係多人嘅，即係正常就係左邊嘅分數會比較多噶嘛。咁你點樣能夠可以產生到最多嘅對抗獎金呢？就係令到你嘅右邊嘅分數都有增加。所以盡量將你新推薦嘅會員放喺右邊。咁但係咁樣做法，直至到你能夠可以發展到，咦，左邊同右邊都有領袖咯喎。咁亦都當然啦，唔同團隊個發展速度都會有唔同嘅。其實最基本嗰個原則就係按住你當其時你要推薦一個新會員加入嘅時候，你左邊定右邊嘅人數或者分數比較少嘅，就放喺比較少分數嗰邊。但係當然亦都有例外啦，當然亦都有例外啦。咁但係主要嘅原則就係呢樣嘢啦。好，收到，唔該。嗯，同埋都想問下，頭先我嘅講解都清唔清晰啊？明唔明白啊？我就好清晰嘅，嗯自己，OK。都睇過嗰個天書啦，叫做都消嗯，化過。係，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咁仲有冇其他問題想問咧？Steven 啊，係，明先，係啊，Ming 喂，啊，你好，你好。係啊，你好啊，我嘅朋友咧，多數都係用家喎，嗯咁我可以點樣樣去讓佢哋去誒感受到，或者係睇到，或者係鼓勵佢哋勇敢去向前行多幾步咧？嗯，嗱，其實咧，首先一定要理解咗佢自己嘅諗法先啦。即係如果佢話我純粹真係想用產品嘅啫，對身體好嘅，咁咪繼續去即係去跟進佢呢一方面咯。有啲咩佢產品嘅問題唔明啊，想知多啲啊，你咪去繼續去即係回應好佢咯。咁但係如果佢話佢係有意向想係發展嘅咁其實就當然啦，盡量要去鼓勵佢，邀請佢去參加多啲我哋唔同嘅培訓啦，接觸多啲我哋唔同嘅一啲 partner 啦，咁去令到佢更加快掌握到點樣去經營咯。但係我哋絕對唔能夠去改變一個人嘅諗法嘅，即係話你可能發展咗10個會員，可能你介紹咗10個會員啦，但係佢哋傾向都係會即係用家嚟嘅喎。咁當然啦，你問我哋梗係希望佢都唔止淨係用家啦，佢都會分享呢個產品去啦。但係佢願唔願意分享，真係由佢自己去決定嘅。我哋都唔可以能夠去改變到佢。咁所以其實真係亦都要等呢個時機嘅。
嚇，因為例如好似就係話最近我哋有個會員佢而家直頭係全職去發展啦，叫 Alice 啦，應該佢都唔介意我講埋佢個名啊。咁其實佢係3年前加入嘅咯喎，3年幾啊。嗯佢嗯加入嘅時候咧，一開始真係純粹為產品嘅啫，覺得個產品好喎，咁咪用咯。甚至乎佢有一段時間係活躍都冇添嘅，冇 keep 活躍嗯嘅嚇。好啦，咁但係佢最近點解會全職咧？因為佢一份打咗20年嘅工啊，佢就即係離開咗啦。咁而佢亦都透過喺呢3年時間咧，其實就係透過拉菲個系統咧，已經建立咗相當一個人數嘅會員啦。咁同埋佢喺最近半年都比較再積極翻多啲去介紹朋友去分享呢個產品俾人啦。所以咧，佢就能夠透過真係兼職嘅時間，已經去運用拉菲個系統咧，而甚至乎佢係可以個收入係即係佢未 quit 份工之前拉菲嘅收入係多過佢個正職嘅。咁變咗咧，佢而家一步一步咁樣去轉變咗嘅時候，去到而家佢更加有信心去發展啦。咁而就現時就係響拉菲全職，所以好難講㗎。可能而家你推薦咗嘅會員，佢哋現時係一個用家，或者甚至乎佢用下用下佢停咗冇用。咁但係只要我哋 keep 住繼續做好啲跟進嘅工作咧，有機會可能佢或者係遇到一啲朋友或者屋企人，佢真係覺得值得分享呢個產品俾佢認識喎，咁可能又會介紹到啲會員加入啦，又或者突然間佢一個諗法唔同咗，或者一個環境改變咗，令到佢有唔同咗嘅諗法，可能佢本身都覺得打份工好穩陣嘅，咁但係可能突然間某啲原因令到佢好有危機感喎。咁佢就可能有機會諗啦，咁究竟而家我點樣能夠可以即係保住份工之餘，但係又可以用兼職時間去幫自己鋪多條路咧？咁其中其實拉飛或者講緊直銷真係先能夠做到一樣嘢，就係透過用兼職嘅時間，甚至乎可以揾到超過自己全職嘅收入咯。所以如果暫時你揾到嘅人翻嚟，佢哋都唔係話咁去睇即係錢呢方面嘅正如好似阿 Peter 所講，其實我哋不斷去揾一啲朋友嘅 need，主要都係3樣嘢嘅啫嘛，一係就係健康，一係就係靚，一係就係錢。咁如果佢哋暫時都未係有對於錢呢方面好有興趣嘅，咁就可能呢啲唔係你即係講緊叫 right person 啦，即係暫時未係你最啱嘅人選咁。所以如果暫時佢哋未係話哇好積極活躍嘅時候，我覺得唯一你能夠做到嘅嘢就係你自己再繼續揭多啲牌啦。即係繼續去推薦多啲會員加入，因為一定係你自己推薦嘅會員人數足夠多咧，你先能夠可以喺入邊真係揾到一啲啱嘅人嘅。而我哋建議嘅人數，你問我我覺得最少你推薦到有50個會員或以上咯。嗯，係啦。明白。40至嗯50啦，40至50啦。有嗯時真係好彩啲嘅，你好彩啲，可能揾到第一二個已經係經營者嘅心態嘅咯，咁啊恭喜你咯。咁但係亦都有可能你揾咗20個都係用家嘅，但係第21個係一個發展者嚟嘅喎。咁咁你能夠發掘到一個發展者嘅時候咧，佢日後能夠為你帶嚟嗰個收益其實係可能係甚至乎係你想象唔到添嘅。真係甚至乎你響或者唔一定係你直接推薦嘅會員透過你推薦嘅你嘅會員再推薦出嚟，可能真正嘅經營者喺背後嘅。咁所以咧2.0獎金2.0嗰個標題喺邊度咧？就係話同1.0其中一個好大唔同就係1.0你要成為唔同嘅職級咧，係一定要你直推嘅會員佢哋係有即係做到一啲職級啊。但係2.0係冇呢個要求嘅。係講緊睇你成個直推網絡嗰個 volume 個分數，所以冇話要求一定要你有直推嘅會員，佢哋係好活躍去發展。
咁所以其實2.0比起1.0係真係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制度嚟嘅。咁同埋當然佢亦都再增加咗多咗好幾個獎金啦，一個代數嘅購物獎金啦，另外仲有一個係啟動獎金啦，同埋一個晉升獎金啊。呢三個獎金咧，其實更加可以能夠啊、去保留到會員之餘咧，更加能夠更加快去推動一啲會員去積極投入啊。因為現時1.0嘅制度係冇呢幾種獎金嘅，就變咗相對係冇咁有一個誘因去令到人哋更加積極去發展。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2.0去開始，所以而家係真係最好嘅時機去部署定2.0嘅。而家大家已經加入咗啦，咁而家個部署係咩呢？其實個大方向都一樣嘅。第一，不斷繼續揭牌啊，我哋所謂不斷繼續推薦新會員啦。跟住當然亦都按住自己個團隊發展嘅狀況去識得將你嘅新會員放喺左同埋放喺右啦。咁而呢，盡快能夠喺你嘅左邊分支同右邊分支都發掘到一個係經營者。咁其實對於2.0嚟講咧，嗰個發展上面就好有利啦。呢個亦都係我其中收到。係啦，呢個亦都係其中阿 Peter 都有一次我同佢電話啊講咗幾句嘅時候，佢都話嗰個 magic word 就係咩咧？magic number 就係 two，就係2啦，就係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就係咁簡單。唔該，Stephen。係啦，所以我覺得同埋而家講真，而家個市場真係仲係好新好新。我都覺得我哋香港其實做得好慢嘅，真係做得慢㗎。而所以其實仲有好多好多香港人都未認識拉菲，但係真係呢段時間都越嚟越多一啲真係所謂叫做慕名而嚟嘅人啊，去聯絡到我哋。而佢係因為可能係有朋友用過介紹佢啦，或者佢上網聽過下睇過下啦，而去揾一個相對比較熟悉拉菲嘅人去跟佢加入佢。係啦，咁所以其實個市場真係絕對非常之一片空白嚇。只要其實你能夠去更加放膽啦，可以咁講，更加放膽去同人分享啦。咁其實係唔難咯，真係唔難咯。同埋喺拉菲嗰個 closing rate 都相對真係高嘅。第一，因為佢成個產品嗰個用法上邊好容易接受啊嘛，貼啊嘛。咁另外亦都佢個入門檻唔高啊，即係講緊2000、4000，甚至乎最多都係萬零蚊。咁仲有30日嘅退款保證，係咪？咁所以變咗就係、如果大家能夠可以運用，即係掌握到而家呢個時機咁好嘅優勢咧，咁其實淨係好好發展到香港個市場咧，真係已經可以做到頭先我所講嘅嗰個收入嚟㗎啦。因為我相信香港而家暫時都係，如果講家庭數啊，我好少講人數，其實我反而比較中意講家庭數，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有好多時公司做優惠嘅時候，又揾個屋企人名去開個戶口㗎嘛。咁所以咧，我保守估計啊，其實暫時香港都係應該頂多2、3千個家庭有用緊呢個拉菲咯，頂多2、3千個。咁你諗下香港有幾多個家庭？香港有七百萬人啊，當而家都係小家庭為主啦，3至4個人為一個家庭。香港係有300萬個家庭，而家得當3000個家庭有用緊，咁其實講緊係三千除300萬係等於幾多？300萬30萬人，0.1%咯，1% 嘅家庭都唔夠，我冇計錯啊？我計一計先。3000個家庭除300萬，88千萬18，係啊，0.1%，1% 都未夠個市場佔有率，所以仲係好有個市場空間。咁當然仲有就係我哋香港其中一個
一個優勢就係我哋認識好多外國嘅網絡，因為我哋亦都有好多即係香港人啦，早喺講緊幾十年前已經去唔同國家去移民啦嚇，咁所以誒、拉飛亦都係一個全球連線嘅網絡嚟㗎嘛，嗯係咯，所以加油啦！其實而家呢個即係你哋喺呢個時間接觸到拉飛係好幸福㗎，嗯，係啊，其實比起我4年前仲幸福，即係好坦白講，因為因為而家資源多咗好多。係啊，你諗下我4年前我有啲咩啊？我4年幾之前乜都冇嘅喎，我加入嘅時候咪我坦白講，真係得幾幅見證圖啊，乜都冇啊，幾幅嘅咋，得幾幅見證圖啊，咁樣去做，跟住做到而家，我哋有我哋自己嘅中心啦，有我哋好多唔同嘅資源啦，有好多唔同嘅見證分享啦，係啦，咁所以而家更加有好多好多工具已經可以一攞起，即係已經即時可以攞起手去用，咁所以都預告一下啦，嚟緊我哋下一個禮拜啊，我就會主要分享點樣去邀約嘅。咁亦都會啊，將我啱啱前個禮拜去咗台灣學習到嘅一啲技巧啦，學習到嘅一啲即係知識啦，去分享俾大家聽，令到希望大家更加容易去即係更加輕鬆去做到邀約啊，邀請到朋友去了解呢個拉菲。同埋當然啱啱禮拜六啊，大家如果有睇咗阿 Peter 嘅分享，佢都非常之正啦。講緊就係講緊 PPP 個系統啦。咁其實我哋呢個當然唔係唯一一個方式啦，但係都係一個好唔錯嘅一個可以容易每一個人都模仿到、學習到、複製到一個模式嘅。咁所以我嚟緊其實都會再去做一啲工具去配合呢個 PPP 呢個系統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如果有時間嘅就可以下個禮拜應該係禮拜日同埋禮拜五就實體嘅教學啦。禮拜四晚都係好似今晚咁樣 Zoom 咯。咁對於我嚟講就容易啲參加到啦。係啊，所以其實之前我都有諗啊，不如即係做翻多啲實體啦。咁但係都想真係關顧翻一啲真係出唔到實體嘅，咁但係又有心想發展嘅。所以點解你見到今個月我所有夜晚嘅 talk 都係Zoom，同埋就逢禮拜三晚嚟緊，下個禮拜三開始啦，就會有呢個每個禮拜三晚都有拉飛嘅說明會同埋見證分享。咁就係大概其實我希望係45分鐘之內一定完噶啦。就係頭10分鐘我會簡單講貼片嘅原理，同埋介紹 David 啦。跟住第二個10分鐘就係邀請1至2位嘅會員去做見證分享啦。跟住第三個10分鐘就係去分享 Live Faith 嘅商機同埋未來。最後嗰10分鐘就係Q&A 啦。咁所以嚟緊大家都可以去多啲邀請朋友啊。如果你同朋友講開拉飛嘅，咁你咪話啊，誒，你興趣了解下，禮拜三晚有 Zoom，你上嚟聽下先啦。聽完之後，佢有個底啦，有個基本啦，咁你再同佢跟進咯。好啊，起碼聽咗先，佢有係再興趣，佢再上實體中心嗰度，係啦，咁就係啦。嚟得更加好。咁就會可能會容易啲去接受到，因為亦都有啲人佢都會擔心啊，哇即係因為之前可能曾經上過唔同啲直銷公司，一上到去就俾人鉗啊嘛，俾人圍啊嘛。咁變咗佢哋都可能某程度上有啲抗拒，咁但係Zoom 係嘛，Zoom 佢喺個熒光幕後邊，咁其實佢好安全噶嘛，咁咪變咗佢第一樣嘢，佢喺一個好安全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去認識到我哋先。咁跟住之後，覺得都真係唔錯喎呢樣嘢，咁再 further 可以嘅話，咪再上嚟我哋中心去了解咯。好，咁大概就去到依度啦，好嘛？咁仲有冇問題想問？我哋其實仲有5分鐘嘅，咁但係有冇問題想問咧？或者想分享，或者想交流一下都得嘅。
OK，咁嗱，如果暫時未有嘅話咧，咁我哋今晚就嚟到呢度啦，好嘛？咁啊，多謝晒各位，拜拜，拜拜，唔該晒，拜拜。係，拜拜，拜拜。拜拜。